您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困扰？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却又因为手脚冰冷而醒来。很多长辈以为这是年纪大了的必然现象，其实并不完全是。根据卫福部的观察，失眠和血液循环不良是台湾高龄族群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内科临床经验超过35年，多年来我陪伴无数长辈，也听到他们说过各种关于睡眠的困扰。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一个简单却被许多人忽略的方法，每天泡脚20分钟就能帮助入睡，改善循环。在继续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若觉得没有帮助，就输入0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告诉您一天当中最好的泡脚时间，让这20分钟发挥最大的效果。那么为什么一盆热水就能对身体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？我们接着看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的调节功能会逐渐下降。很多长辈晚上睡不安稳，不是因为太多事要想，而是因为身体真的冷，血液循环跟不上，手脚冰凉，让人很难放松，于是越想睡反而越清醒，久而久之形成慢性失眠，白天精神不佳，记忆力下降，血压也跟着起伏不定。另外，长时间的循环不良还可能造成腿部酸胀、夜间抽筋，甚至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很多人忽略了这些小毛病，以为只是老了自然会这样，却不知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更好的照顾。其实改善这些状况并不一定要靠药物，在生活里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，就能让身体恢复一些平衡。泡脚就是其中一个被古人留下来，至今仍然受用的方法。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泡脚到底能帮助什么？我们下一段就来谈谈。在中医的观点里，脚被称为第二颗心脏，因胃经络和穴位分布在双脚，透过温水泡脚，可以帮助活络气血，让全身的循环更加顺畅。许多长辈在天气冷的时候习惯泡脚，就是因为这样做不仅能让身体暖和，也能安定心神，更容易入睡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祖母每到冬天总会准备一盆热水，坐在门口慢慢泡脚。她总说，这样不仅睡得比较好，隔天精神也比较好。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智慧，其实蕴含了深厚的道理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泡脚能够引火归元，也就是把身体的温暖带到下肢，让上热下冷的状态得到改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泡脚后觉得头脑清醒，心情也放松。我想请您花一点时间想一想，您平常有没有泡脚的习惯，还是只是在冬天偶尔为之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，让其他长辈知道，这样的习惯也许正是改善睡眠的好方法。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泡脚又是如何帮助身体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，温水泡脚能够让末梢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当血液流动顺畅，氧气和养分就能更均匀地送到全身，手脚自然不再冰冷。这种循环的改善不仅有助于放松肌肉，还能减轻压力，让交感神经放慢脚步。压力一旦减少，副交感神经就会启动，让身体进入比较容易入睡的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泡脚后觉得身体暖了，心情也平静下来，睡眠品质因此改善。此外，有些研究指出，规律泡脚能让血压稍微下降，这对于长期有高血压困扰的长辈来说，也是一个额外的好处。
虽然效果不如药物直接，但作为生活上的辅助，却非常安全又容易实行。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泡脚就像是给身体一个信号，该放松，该休息了。当这样的信号每天都出现，身体自然会养成规律的作息，晚上睡得更安稳。那么除了睡眠之外，泡脚还能带来哪些额外的好处呢？我们下一段就会谈到。在我的病人当中，有一位72岁的林阿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她多年来都被失眠困扰，每天半夜醒来2-3次，白天精神不好，常常觉得头晕，记忆力下降。她试过吃安眠药，但总是担心副作用，不敢长期依赖。后来她听朋友建议，每天晚上睡前准备一盆温水，安安静静泡脚20分钟。起初她半信半疑，觉得一盆水能有什么用？没想到坚持了1个月后，她告诉我，夜里醒来的次数减少了，入睡时间缩短，甚至早上起来的精神也比以前好。她还笑着说，这20分钟就像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当脚浸在温水里，心情也慢慢安定下来，好像告诉身体该休息了。她的家人也发现她的脾气变得温和，笑容更多了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力量。林阿妈的经验正是最好的例子，一个简单的习惯能让生活品质彻底改变。那么，除了帮助睡眠，泡脚对血压和心血管还能带来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接着聊。很多长辈常常觉得血压高就是因为年纪到了，其实生活习惯的调整也能带来显著的帮助，泡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当脚泡在温水里，末梢血管会扩张，血液循环加快，这能让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。对于血压长期偏高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种自然又温和的辅助方式。临床观察也显示，规律泡脚的人，在泡完后血压会稍微下降，特别是在晚上，能帮助身体更快进入放松状态。这种效果虽然不会取代药物治疗，但却能配合医师的建议，让血压更稳定，也减少夜间突发状况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泡脚带来的不仅是数字上的改变，许多长辈告诉我，每次泡完脚，整个人都觉得轻松，心情也变得比较平静，压力减少了，睡眠自然更好，而这些又会进一步帮助血糖和血压的平衡。我也想听听您的经验，您在泡脚之后有没有觉得身体特别放松，或者睡得特别好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感受，也许您的经验能鼓励其他长辈开始尝试这个简单的方法。当然，想要让泡脚真正发挥效果，还需要注意方式。如果做得不对，不但效果打折，还可能造成不适。那么，泡脚到底要怎么做才安全又有效呢？下一段我会告诉您。泡脚虽然简单，但要真正发挥效果，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。第一是水温，很多人觉得水越热越好，其实不对。建议保持在38到42度之间，也就是手放下去觉得温暖舒适，不会烫的程度。如果水太热，反而会刺激血压上升，甚至造成皮肤烫伤，特别是年纪大、皮肤比较薄的长辈更要小心。第二是时间，很多人一边泡脚一边看电视，不知不觉就泡了40-50分钟。其实最理想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，时间太短，效果不明显；时间太长，反而会让身体消耗过多能量，感到疲倦。第三是时机，最好安排在晚上睡前1小时，这样泡完脚之后，身体刚好进入放松的状态，等上床时更容易入睡。如果在吃饱饭后马上泡，或是在喝了酒之后泡，反而容易影响消化或造成心脏负担，这些情况都应该避免。
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姿势，建议坐在稳定的椅子上，脚能完全浸入水里，膝盖稍微弯曲，让血液更顺畅。泡完后记得把脚擦前，特别是脚趾缝，不然容易潮湿发炎。只要掌握这些基本原则，泡脚就能成为每天最安心的养生习惯。那么有些人会问，如果在水里加一点中药材或姜片，是不是效果更好呢？我们下一段就来谈谈。在台湾，很多长辈泡脚的时候，习惯会在水里放一些姜片或艾草。这些做法其实源自中医的传统智慧。姜片能够温经散寒，让身体感到温暖，对于手脚冰冷的人特别有帮助。艾草则被认为能够安神减少紧，张语焦虑，让睡眠更加安稳。不少长辈说，加了姜片的热水泡起来特别舒服，好像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。而艾草的香气则让人觉得心情放松，像回到乡下老家，闻到祖母晒前草药的味道。这些感受除了温暖身体，也带来心理上的安慰。但是我必须提醒，这些天然的材料虽然温和，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。像是皮肤敏感的人，可能会因为姜汁而出现刺激；有皮肤伤口的人，也不适合使用艾草泡脚，以免造成感染。如果您有糖尿病足或循环严重不良，更应该避免高温泡脚。所以姜片和艾草可以作为辅助，但一定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。如果有疑虑，请务必先询问医师或药师，确保安全。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中药材真的有作用吗？我们接着谈。现代医学对于这些传统做法也有一些研究，例如姜里的姜辣素 Gingerol 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末梢血管扩张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喝姜茶或用姜片泡脚，会觉得手，脚暖和。艾草则含有一些挥发性成分，被认为能产生轻微的放松效果，减少紧张情绪，间接帮助入睡。虽然这些效果不像药物那么强烈，但对于高龄者来说，反而因为温和而更适合，特别是搭配温水本身的作用，常常能产生加成效果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一边透过热水促进循环，一边透过草药让情绪放松。有些小型临床研究也指出，规律泡脚加上草药能改善睡眠品质，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。不过，这些研究的样本数不大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看成可能有帮助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绝对的医疗手段。因此，科学的结论是，姜片与艾草确实可能带来额外好处，但它们应该只是辅助，不能取代任何药物或医师的治疗建议。那么，是否有一些情况是完全不建议泡脚的呢？下一段我会说明。虽然泡脚简单又舒服，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。首先，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，并且已经有周边神经病变或足部感觉迟钝，那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脚感绝不灵敏，很容易在水温过高时被烫伤而不自知。这类患者建议完全避免热水泡脚，或者一定要在家人陪同下，先测好水温再使用。其次，有些长辈下肢静脉曲张严重，或者出现溃疡、皮肤破口，这时候泡脚反而可能加重肿胀或引发感染。再来，如果正在发烧，身体有急性炎症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，也不建议泡脚，因为这会增加循环负担，让病情更复杂。另外，某些药物治疗中的患者，例如正在接受透析或化疗，也应该先询问主治医师，才能确定是否安全。千万不要以伪天然的方法就一定没问题。任何看似简单的生活习惯，都需要因人而异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造成风险。所以
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属于以上这些状况，请务必在开始之前咨询医师或药师，千万不要自己尝试。那么对于大部分健康的长辈来说，泡脚的最佳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？这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。要让泡脚发挥最大的效果，时机非常重要。最推荐的时间是晚上睡前1个小时，这样做能让身体在上床前先进入放松状态，等真正躺下来时就更容易熟睡。很多长辈都分享过，只要坚持在这个时间泡脚，失眠的困扰就慢慢减轻。相反地，有几个时间点是不适合的，例如刚吃完饭就立刻泡脚，会让肠胃的血流被分散，影响消化；又或者在喝酒之后泡脚，会让血管过度扩张，造成心脏负担。这些时候应该避免，才能确保安全。除了睡前1小时，还有一个时段也不错，就是白天中午短暂休息前，如果能在中午泡个10分钟，让下肢血流更顺畅，下午的精神也会比较好。不过晚上睡前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，把泡脚当作每天的小小仪式，不仅能让身体放松，还能帮助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。那么为了让您更容易记住，我接下来会为您整理今天最重要的重点。今天我们一起谈了泡脚的好处。对于许多长辈来说，失眠、手脚冰冷、血压不稳定已经成了日常困扰。但其实每天只要花20分钟，把脚放进温暖的水里，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。我们先说了，泡脚能帮助气血流通，让手脚暖和，心情放松。科学研究也证实，它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压力荷尔蒙，让您更容易入睡。还有，对于血压偏高的人，规律泡脚也能带来温和的帮助。只要注意水温和时间，就能让这个习惯变得既安全又有效。请记住，最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1个小时，水温大约38到42度，持续15到20分钟。这样的睡前小仪式，不仅能改善睡眠，也能帮助每天过得更安稳。健康需要我们共同守护，能够一起照顾身体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能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让关心传得更远。本影片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有任何疑虑，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询问。衷心祝福您每天都能睡得安稳，气血顺畅，生活自在。